吉时到，有请新郎新娘。你怎么这样盯着我看？今天的你真美。你怎么了？虽然是假成亲，可是我还是有点紧张。我也是。好了，一拜天地。二拜高堂，不许拜！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圣女，你好糊涂，不跟我们回西域，竟然在这里拜堂！你们就是什么圣月神教的人吧？哎呀，你们别耽误他们拜堂成亲。不行，今天无论如何，我不会允许你们拜堂。事情不是你们看到的这样的。你们再不走，我就不客气了。别动手，她们几个是我娘亲的姐妹，是自己人。你们几个还是赶快走吧。圣女，成亲是本教1等1的大事，就算你真的要成亲，也要得到我们本教长老的允许才行。什么圣月，什么长老啊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你们再这样，我可不客气喽。小丫头，你想怎样？姬瑶花，果然是你！你真的替安世耿卖命？什么姬瑶花，什么安世耿，我一个都不认识。你们这群人真是可笑之极，想伤我明幽仙子，哼，想都别想！你什么时候成了明幽仙子？还不都是因为你？还有楚离墨，你这个贱人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你怎么会变成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鬼？一定是安世耿用控心术控制了你，是不是？我最讨厌你们这些男女，恩恩爱爱，缠缠绵绵。冷血，我为你挡过一剑，你却还我一掌。为了一个女人，从前的你心存感激，你已经不是从前那个姬瑶花了。追！别追了！想不到姬瑶花就是那个女鬼，还杀了这么多人。她的武功真的进步了不少。她像是被一种魔力控制着，所以性情大变，杀人不留情。现在与其说她是姬瑶花，倒不如说她是个杀人工具。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姬瑶花来了，安世耿肯定也到了。你们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姬统领，闭嘴！叫我明幽仙子。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你为什么要装扮成女鬼的样子呢？哼，谁让他们双双对对，恩爱成亲？那些老百姓跟你无冤无仇，他们也不会武功，你为什么还要对他们下毒手？这些有情人入洞房，就好比走进坟墓，他们全部都该死。我要他们生离死别，永生不能相爱。
那天之后，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以前的姬统领不会这样的。都是因为你这个贱人，我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你是因爱不成反生恨，所以才向冷大哥报复。可是那些百姓，他们是无辜的呀。冷大哥，你竟然敢在我面前提这3个字！我得不到的东西，你也休想得到。我要把你慢慢的折磨致死。我要让冷血知道失去心爱之人的滋味。你能关注我的人，可是你关不住我们的感情。你这样的人，根本就不会得到爱。爱，有那么重要吗？我想我这辈子都不会知道爱是怎么回事了。不过，我比以前更快乐。我就是要折磨你们每一个人，你们越难过，我就越高兴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恨你，我恨你们每一个人，尤其是冷血。千错万错，都是那个负心男人的错。我不会放过他的。给我老实点，不然我杀了你！我最讨厌新娘的衣服。给她换一件。是。你们要干嘛？明幽给王爷请安。听说你把楚离墨带回来了。是。但冷血的武功太高了，还没来得及下手。本王的贵客在哪儿？带本王去见他。是。明幽仙子，你胆子不小啊，怎么能让我的贵宾住在这里？安世梗，我就知道是你，你究竟想怎么样？楚姑娘，别来无恙啊！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用控心术操控了姬统领，才让她变成像这样的女魔头。既然你知晓，那为什么不用你的读心术去帮助姬姑娘呢？我告诉你，我会的，而且到时候我会连你一起打败。你不要忘了，你曾经是我的手下败将。看来你真的很好胜，连说话都要占上风。王爷，我看这个贱人是不想活了，不如……虽然楚姑娘和本王意见不合，但她毕竟是明幽山庄的贵客。楚姑娘，你好好休息。你跟我来。放我出去！喂，你们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刚才你眼神里充满了杀气。明幽，你可别忘了，我以楚离墨为诱饵，你可别坏了本王的大计啊！明幽不敢。你不敢？你的眼神已经出卖了你。我没有。你有。你对冷血情不自禁，心存希望。我真的没有。他对我忘情负义，我恨不得亲手杀了他。我再重复一次，续我心弦最忌讳的就是动情，一旦动了情，你就会万劫不复。恨就是爱，恨让爱更刻骨铭心。属下知错。楚离墨，姬瑶华，你放我出去！我再跟你说一次，我叫明幽仙子。你想一想，以前在神侯府的那些日子，那时候你是仙鹤司的女神捕，大家都尊敬你。现在你被安世梗收买，被他利用，你怎么能安心做他的走狗呢？迷途知返，姬统领，你回到神侯府吧，诸葛大人他会原谅你的。你想挑拨我和王爷，真是痴心妄想。安世梗他绝对不会真心真意对你好的，你不应该替他卖命。你简直是苦口婆心。
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你是想分化我和王爷的关系？不是的，你想想神侯府的大家，那些好姐妹们，蝴蝶、海棠，她们都很想念你。就连春萍姐，她也一直惦记着你，一直说等你回来之后，要煮你最喜欢的银耳莲子汤给你吃。你难道不想大家吗？他们才是真心真意对你好的人呢。已经回不去了。什么神侯府、六扇门、蝴蝶、海棠，统统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我真的很难受。难受？没想到你这种贱人，还懂得难受。你就老老实实的待在这儿吧，待一辈子，慢慢的品尝孤独、绝望，没有人疼，没有人爱，暗无天日，生不如死的日子。我还要剜掉你的眼睛，划了你的脸蛋儿，挑断你的手筋和脚筋。没想到，你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没有人性的人。哼，刚才那些只是皮肉之苦，身体过度的疼痛，只会让你没有知觉。没有知觉，能叫什么痛苦？难道你打算从此之后过着折磨我的日子，以此为乐吗？现在除了折磨你，我想不到别的事情了。以前的鸡桶里根本就不会说这样的话。你现在已经成了安世耿利用的一颗棋子。安王爷对我有恩，他待我很好。你不想听一听我下一步想怎么对付你吗？你变成现在这样的女魔头，要怎么对付我，对你来说根本就是轻而易举的事。唉，哀莫大于心死。就像我现在一样，一无所有。我要让你彻彻底底的绝望致死。我要让你最爱的男人对你说他不爱你，他会抛弃你。只有这样，你的感受才会和我一样痛苦。你不会如愿的，冷大哥不会这么做的。哎，我问你，你有没有看到过4个个子特别高、长得特别帅的男人啊？有我帅吗？那我问你，这里是去朝歌山的必经之路吗？什么朝歌山？没听过，这里是仙林镇。仙林镇？仙林镇不就是去朝歌山的必经之路吗？真笨。姑娘，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儿了？你有没有见到4个高高大大的人？他们是京城来的4大名捕。4大名捕？啊，你说的是不是那些英明神武、特别潇洒的几位男人？对，就是他们。你见过他们吗？他们在我的店里住着呢。真的？那追命也在你店里吗？追命？啊，你说的是不是长得特别好看、五官端正、眉清目秀的那位少爷呀？他呀，整天茶不思饭不想，想着姑娘你呢。追命想我，他不生我的气就好了。你们是吵架了吧？所以跑出来对吗？现在的年轻男女啊都这样，吵架了就离家出走，然后就你找我啊，我找你。哎，那你现在赶快带我去找他们吧。行，跟我来啊。就是这儿。这儿。追命！不要叫了。追命！干活吧。干什么活啊？干什么活？这里根本就没什么追命。这是洗衣房，专门找你们这些不用付工钱的人。干活吧。
我是来找人的，不是来干活的。嘿，你往哪儿跑？门都锁了。这些衣服你洗也得洗，不洗也得洗。我是当朝公主，你要敢这么对我，回去告诉我父皇出列你九族。你是公主，我还是皇太后呢。我现在就册封你为洗衣公主，好好给我洗吧你！洗满3个月，我就放你走。等4大名捕来救我，非扒了你的皮不可，你信不信？4大名捕是什么？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公主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样子。4大名捕会认识你这样的货色？你洗还是不洗？洗不洗？洗不洗？我洗，我洗。这项链还不错，归我了。这是我母后送给我的。母后，这称呼蛮好听的嘛。现在我就扮演母后，洗衣公主，好好洗吧你，不然你母后我会赏你一丈红。死追命，都怪你！谁？冷统领是不是在想着楚离墨姑娘？你是谁？冷统领要想见楚离墨，请跟我走。他在什么地方？他在明幽山庄，你跟我去，自会见到他。好，我跟你去。请。慢着，冷血，你不能去，可能是个圈套。要去我们一起去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。我家主人有令，只许冷血一个人去，其他人不得跟随。是不是安世耿派你来的？他要耍什么花招？我只是奉命行事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我跟你走。你一个人去会很危险的。他现在一定饱受煎熬，只要能救他，龙潭虎穴我都会闯。你们放心吧，我一个人跟你去。请。明幽，事情进展的怎么样了？王爷，冷血已经在路上了。他是一个人吗？楚离墨在我们手上，我让他一个人来，他一定一个人来。好。王爷，冷血来了之后，你是要杀了他吗？你是关心呢，还是担心呢？这个忘恩负义的人，我怎么可能去关心他？只不过，我想知道他是怎么个死法。你弄错了，我要你好好的对待这位客人。客人？对，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让这位客人留在我们明幽山庄待上半个月。为什么？到时候你自会明白。记住了，我要这位客人好好的活着。明幽明白。既然冷血一个人来了，那4大名捕就不是4大名捕了。不过，他们3个也是很难对付的。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了，你要小心。是，王爷。找到没有？找了半天了。这个明幽山庄到底在哪里啊？那个白衣女子是故意把咱们给甩了，这是安世耿和姬瑶花的陷阱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只要找到明幽山庄，就可以找到冷血。区区一个明幽山庄，以为可以难倒我们？这世上
还没有一个地方我追命找不到的。没错，只要找到明幽山庄，不但可以找到冷血，还可以找到安世梗。没错。这边一共有4个方向，我们从后面来的，所以这个方向可以排除。那我跟依依去前面找，我去这边，大家分头行动，一定要小心。哎，无情，我跟你一块儿去吧。暮雪，你不能去，还是回客栈吧。无情，你听我说，你不会武功，而且那里很危险。你听我的话，好吗？好。这个是我们青葛部落的护身符，你把它带在身上，让它保佑你平平安安。还有，别再不要命了，要爱护自己。放心吧。启禀王爷，人已带到。冷贤弟，你终于来了。本王其实一直都非常的想你。黎墨在哪里？当然在明幽山庄了。不过你放心，他很好，只是有一点累，需要好好休息。安世梗，你把他怎么样了？他是这里的贵宾，我能把他怎么样？你利用黎墨把我引到这里来，你不是一直想要我的血吗？你到底要怎么样？我一直敬佩你是少年英雄，干嘛处处跟我作对啊？你少给我装蒜！你我的仇桩桩件件摆在眼前，我定会找时间跟你算清楚。你认为我们之间有那么深的仇恨吗？我狼族唯一的族人为你死心塌地的卖命，你利用完就亲手把他杀了。没用的人就如同弃子，留着有什么用啊？好一个弃子！娇华，你听到你主人说的话了吗？从4大凶徒到九尾狐，从温如玉再到奴奴，他们所有人都被利用，利用完了就成了废物，就成了弃子。这也将是你的结局。不许诽谤王爷！冷贤弟一定是太思念楚离墨，所以才这么大火气。本王等你冷静下来，再跟你好好的聊聊。明幽仙子，好好招待客人。是。奴奴的今天，也将会是你的明天。回头是岸吧。回头是岸。岸在哪里？只要你肯回头，处处皆是岸。冷血，是你毁了我的岸。当天王爷让你选择一人相救，我像普天下任何一个女子一样，寄望最钟情的男子选择救我。明知道你不喜欢我，我还是盼望着奇迹出现。但你选择了楚离墨，弃我于不顾。是你亲手把我推给王爷，是你亲手让我走上了这条路。当时我们也不是一路人。不是一路人？哼，你我都是捕快，何曾不知道，一个人行善作恶，
都是在一念之差。如果当时你挽留我，我怎么会心甘情愿地追随王爷呢？瑶华，是我对你的关心不够。不，错就错在你从来就没有正视过我，从来就将我的感情践踏一地。我没有。5年前，我为了救你身负重伤，为了你，我可以连命都不要。即使这样，你都不为所动。瑶华，你知道吗？你对我冷血的好，我点点滴滴都记在心里。我一直把你当亲人一样看待。亲人，我不稀罕。就是因为那次受伤，我落下了病根儿，患了不治之症。后来，我在乱花谷看到你和楚林墨，正是我油尽灯枯的日子。你们俩恩恩爱爱，你侬我侬，完全不顾一个将死之人正在苦苦挣扎。冷雪，你对我没有一丝一毫的情意。当时我看到你给我留的信，很有离墨之言，我才知道我身患绝症，好让你同情我，好让世人耻笑我情吃苦果。结果是，我低声下气，换不来你一句嘘寒问暖吗？这一切都是我欠你的。内疚吧，难过吧，想回报我是吧？覆水难收了，你现在做什么都无法挽救。你知道吗？即使我有千般错万般错，你也不可以对不起神侯府，不可以和安世耿勾结。你知道你如今这般折腾自己，瑶华，我有多心疼你吗？算了吧，神侯府、诸葛大人、冷血，这些人、这些名字，全都不值一提了。瑶华，神侯府已成过去，我的捕快生涯已是明日黄花。我现在是明幽仙子，过往的一切只是一场梦。既然你意已决，甘心做安世耿的棋子，悉听尊便。我今天一定会把楚离墨带走。我就知道你急着见这个贱人。好吧，我答应你，不过你得把眼睛蒙起来。我已经身处迷幽山庄了，你何须要蒙着我双眼？
你武功盖世，要阻拦你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你是担心我带走楚离墨是吗？我只是以防万一。季瑶华，你什么时候做事情变得如此鬼祟？任由你怎么说，你现在说什么，我都已经无所谓了。楚离墨，看谁来看你了？冷大哥，李墨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当心别中了他们的埋伏。你把他放了！你我的恩怨与他无关。他命中注定有此一劫。季瑶华，我忘了告诉你，我在这牢房下面安了炸药。如果你再激怒我的话，我就轻轻地转动开关，它就灰飞烟灭了。你不该来找我的。李墨，我一定会带你离开这里。我出不出去已经不要紧了，但你千万不要被他们左右啊！好一对有情人，冷血，只要你乖乖地留在明幽山庄听我们的话，我保证楚离墨毫发无损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留下来，但是你要保证他的安全。你放心，你在这留一天，楚离墨便安全一天。人已经见过了，出去吧。不要，你赶紧走。我不会留你一个人在这里，等我。你不要管我，不要管我，不要管我，冷大哥！他竟然为了你留在明幽山庄，你到底施了什么妖术，让他一次又一次的为你奋不顾身？如果你还有一点人性，如果你对冷大哥还有一点情谊，我求你，我求求你放过冷大哥吧！你明明知道安世耿一直想要害他。情谊是你们之间的事，我跟任何人都不谈情谊。你们怎么会没有情谊呢？你跟冷大哥认识了这么多年，是我不该出现。如果我没有出现，你就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这个世界没有如果。算我求你，你要把我关在这里100年，永远关在这里我都无所谓。我只求你放了冷大哥吧，我求求你。我实话告诉你，冷血来者完全是因为你。如果他有个3长2短，也是拜你所赐。禀王爷，3大名捕无情、追命、铁手正从不同方向赶来，寻找冷血下落。3大名捕也来了。怎么了？我们被人盯上了。算你厉害。你又不是第一天知道我毒手厉害。以后啊，只要你好好运用这毒掌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你不要以为我控制不了自己，好不好？我知道，你最近表现一直很好。你们中了我的毒手阎罗掌，我可以给你们解药，但是这解药不能恢复你们的武功，只可以救你们一命。我警告你们，不要再帮安世耿作恶。走。谢谢谢谢。你这样看着我干嘛？一杀一救，
你真的让我对你刮目相看。诸葛大人让我用这只手主持公道，今天我做到了。你不止做到了，而且做得很好。诸葛大人对我的教诲，我都记在心里。师叔说的没错，只要你这毒掌用来对付坏人，不欺负好人，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。难道我要执迷不悟，继续当个毒女，一直用毒不成吗？看你答不出话的样子，简直是老实极了。去找冷血。冷血和黎墨在哪里？你别问了，我不会告诉你的。那我只好成全你了。别杀我！我说，就在山谷里。安世梗，这一天我等了很久了。我要取你的人头，血祭如烟。你还有脸提如烟？如烟从来就不属于你，是你害死了我的如烟。如烟是本王的女人，活着的时候是，死了也是。可笑！你只能强留她的人，可曾得到过她的心？那又如何？即便他死了，也逃不过本王给他的宿命。你要血祭如烟，那好，本王成全你。暮雪，你怎么？
你受伤了，你为什么要来？暮雪，你说话，你回答我，你说话呀！我答应你，我不再想过去的事，放下往昔的枷锁。只要你醒过来，你不要死，你说什么我都会答应你，好吗？暮雪，母亲公主，暮雪，你记住，你这句话。藏在心中，看壮志豪情如虹，热血祭奠英雄。